大家好，繼續由黃子瑩同大家一齊睇天氣。咁望望今日雲嘅動向，相對起上個週末，中國東南部嘅雲量呢係多咗。咁另外，箭嘴顯示香港正喺度吹和緩嘅西南風，所以有驟雨。今日部分地區錄到超過30毫米雨量。咁但係天氣炎熱，天文台錄到今日氣温係介乎26.8至32.3度，而家都有成30度㗎。咁星期日要到戶外活動嘅話，睇睇天氣先生有咩預測。咁比起上個週末，中國東南部地區算冇咁猛太陽，咁但係唔好忽視高溫天氣。香港附近地區仍然係又橙又紅㗎，咁代表最高氣温會超過30度。天文台預測聽日有幾陣驟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咁市區最高會升至32度，真係要提防中暑啦。咁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2，強度屬於極高。咁空氣質素唔錯，預測污染水平係輕微至偏高㗎。咁再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，廣州密雲，台北都係密雲，上海亦都有多雲，北京係天晴，東京多雲，曼谷、吉隆坡同新加坡有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墨爾本有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落雨，芝加哥同多倫多多雲，紐約雷暴。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同洛杉磯部分時間有陽光。最後去歐洲，巴黎有雷暴，倫敦係部分時間見到陽光。今晚講到呢度，祝大家假日愉快，晚安。